大家成日話食花生，睇戲要食，吹水要食，連睇人鬧交都要攞定凳仔食花生。但你有冇諗過呢粒細細粒香脆到不得了嘅花生，隨時係你身體入面嗰粒定時炸彈？尤其係如果你已經係50、60歲嘅老友記，或者平時血糖已經蹉蹉緊，唔係幾穩陣嘅朋友，更加要留心。今日我唔係同你講笑，亦都唔係想嚇你，係真心想同大家拆解一下，點解醫生會話花生係糖尿病嘅加速器？如果你想自己個胰臟健健康康，可以長命百歲，除咗花生之外，仲有3種嘢你真係要忍下口，千祈唔好攞自己條命嚟較量。我哋先嚟講下呢粒花生。好多人覺得花生係堅果，營養好豐富，又話可以補血，又話對心血管好。係，花生本身確實有佢嘅好處，但問題出喺邊度呢？就係出喺你點樣食佢，同埋你食咗幾多。你有冇發現我哋平時喺出面買到嘅花生，好少係原汁原味生剝開嚟食起，大部分都係鹽焗、油炸、裹埋層糖衣，或者係嗰啲五香麻辣味。呢啲加工過嘅花生，簡直就係熱量炸彈。你想諗下，平時大家坐喺電視機前面，一邊睇劇一邊食花生，一手一粒，真係會食到停唔到手。隨時1個鐘頭入面，你就已經吞咗2、3兩花生落肚。呢度嘅油脂含量已經遠遠超過咗你1日身體所需。當大量嘅油脂進入身體，最受苦嘅就係你個胰臟。胰臟係負責分泌胰島素嚟平衡血糖㗎。如果你長期塞咁多油膩嘢俾佢，胰臟就好似一個超負荷工作嘅工人咁，做到嘔血都搞唔掂。久而久之，胰島素分泌就會出現問題，血糖自然就會飆升。呢個就係點解話花生會加速糖尿病發生嘅原因。再講花生仲有一個好大嘅陷阱，就係黃曲霉素。大家平時買花生，如果存放得唔好，或者買咗啲平價、質素冇保證嘅過期貨，花生好容易發霉。呢種黃曲霉素係強烈嘅致癌物質，而且對肝臟同胰臟嘅傷害係毀滅性嘅。好多老友記份人好慳，見到粒花生有少少霉，諗住抹一抹、洗一洗，或者炸熟佢就冇事。我話你聽，呢種毒素係好耐熱嘅。普通煮食溫度根本殺唔死佢，你食一粒呢啲壞咗嘅花生，對身體嘅傷害可能要你用幾年時間先補得返。咁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好驚？其實唔使太過極端。如果你真係中意食花生，我建議你揀啲水煮嘅，或者係自己喺屋企烘乾嘅，而且一日最多食10粒、8粒就好收手啦。千萬唔好將佢當成正餐咁食，更加唔好喺臨瞓前食，因為夜晚係身體代謝最慢嘅時間，嗰啲油分會直接堆積喺你嘅內臟入面。講完花生，我哋就要入正題啦。醫生提醒我哋，如果想保護好胰臟，避免糖尿病上門，除咗要控制花生之外，仲有3種食物係胰臟殺手，大家真係要少食為妙。第一種就係大家最中意食嘅加工肉類。咩叫加工肉類？即係我哋平時食茶餐廳最常見嘅餐肉，紅腸、臘腸、火腿，仲有嗰啲燒臘鋪嘅叉燒。呢啲嘢食真係好香，但係佢哋喺製作過程入面加咗大量嘅鹽、防腐劑，好似硝酸鈉咁，同埋好多你睇唔到嘅肥膏。呢啲添加劑會增加胰臟嘅發炎風險。好多研究都顯示，長期每日食50克以上加工肉類嘅人，患上胰臟癌或者糖尿病嘅機會會比普通人高出好多。我有個朋友今年先至50零歲，佢以前最中意食餐蛋麵，仲要加多2塊餐肉，佢覺得咁樣先至夠飽夠野味。結果舊年體檢，醫生話佢個胰臟有慢性發炎，血糖指數已經去到邊緣位置。醫生同佢講，如果你再咁樣食法，唔使2、3個月，你就要開始打胰島素針啦。所以如果你想後半輩子唔使日日拮手指，呢啲加工肉真係要戒咗佢，或者只係1個月食1、2次起2次止。第二種要少食嘅嘢就係高糖分嘅精致澱粉。好多人以為糖尿病只係因為食糖多，其實你食落肚嘅白飯、白麵包、河粉、腸粉入到身體之後，通通都會變成果糖同葡萄糖。尤其是係香港人好中意食嘅中式點心，好似叉燒包、馬拉糕咁，入面啲糖分多到你唔信。當你食咗呢啲精致澱粉，血糖會好似坐過山車咁，砰一聲升到好高。呢個時候你個胰臟就要好辛苦咁噴大量胰島素出嚟降糖。
如果你一日三餐都係咁樣食，個胰臟日日都要經歷幾次呢種大爆發，好快佢就會過勞死。我成日常同老友記講，食飯要加啲雜糧，好似紅米、糙米或者番薯。雖然口感可能冇白米飯咁軟滑，但係呢啲食物有纖維，可以令血糖升得慢啲，俾個胰臟有休息嘅空間。最後第三種，亦都係好多男人最難戒嘅，就係酒精。大家唔好以為飲酒只係傷肝，其實酒精對胰臟嘅傷害係直接而且致命嘅。酒精會引起胰腺管收縮，令到胰液排唔出，結果胰液入面嘅消化酶就會反過嚟消化你自己個胰臟。呢個就係醫學上講嘅急性胰腺炎，痛起上嚟真係要人命啊！分分鐘仲危險過生仔痛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高血糖或者高血脂，仲要日日飲兩三杯尿酸高嘅啤酒或者係烈酒，咁你個胰臟真係隨時會罷工喎。我識得一啲長輩，後生嗰陣自恃身體好，日日同朋友劈酒，去到60幾歲，個胰臟功能已經剩返唔到一半，食咩都唔吸收，成個人瘦到得返棚骨，生活質素跌到0。所以為咗你個晚年生活可以開開心心有尊嚴咁生活，酒呢樣嘢真係要適可而止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咁我仲有咩可以食呀？好似樣樣都唔食得咁。其實唔係，健康嘅飲食係講求平衡。我哋可以多食啲深綠色嘅蔬菜，好似西蘭花、菜心咁；可以食啲優質嘅蛋白質，好似蒸魚、瘦肉或者豆腐。水果方面唔好食太甜嘅，揀啲好似蘋果、橙或者番、石榴呢類低糖水果。除咗食，生活習慣都好緊要。大家每日最好去散下步，行夠4-5千步。運動可以幫助身體消耗血糖，減輕胰臟嘅負擔。仲有，一定要飲多啲水，每日飲夠8杯水，可以幫助身體新陳代謝，排走啲毒素。其實人到咗中老年，最珍貴嘅唔係你有幾多錢，而係你有冇一個好嘅身體。如果你日日都要食藥，甚至要長期臥床，咁就算你有幾多財富都冇用。胰臟係一個好低調但係好重要嘅器官，佢一旦受損，幾乎係不可逆轉嘅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由今日開始改一改自己嘅飲食習慣。見到啲好吸引嘅油炸花生，忍一忍手；見到餐肉、臘腸，少食兩拗；見到精緻蛋糕、甜品，同屋企人科索；見到鮮幹、煙菇、零心，見到西羅西，見到煙光鏗。只要你肯踏出呢一小步，你個胰臟就會感激你，你嘅晚年生活質素亦都會大大提高。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，係因為我真係見過好多人因為唔注重呢啲細節，結果到咗70、80歲嘅時候，要受好多本來可以避免嘅痛苦。我希望每一位睇緊呢條片嘅老友記都可以健健康康、長命百歲，同孫仔孫女一齊去飲茶、去公園玩，享受真正嘅晚年清福。最後記得將呢個資訊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。尤其係嗰啲鍾意食花生、飲2杯嘅老友記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一齊建立一個健康嘅生活圈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精虎猛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